查明壞下意識地伸手去扶，結果赤家衛卻順勢抓住了他的手腕，整個人靠在了他的肩膀上。他的體溫透過薄薄的氣服傳了過來，帶住一股灼人的熱度。你看，就像這樣。赤家衛在他耳邊輕聲說，呼吸噴灑在他的頸側。如果世子這樣倒，女將軍是不是會心跳加速？查明壞渾身一僵，隨即用力推開他。赤家衛，他壓低聲音怒哮：這是片場，把手放開！赤家衛被他推得後退了2步，卻依然笑得沒心沒肺。這不是對戲嗎？壞姐，你太緊張了。作為一個專業演員，要有信念感。我的信念感告訴我，你就是在便宜。查明壞氣得胸口起伏，那顆眼角的淚痣因為怒氣而顯得更加鮮活。就在這時，門外傳來了 Vincent 的聲音：家衛，導演喊你了，快點，別磨蹭。赤家衛聳聳肩，雙手舉起做投降狀。好好好，是我冒犯了。不過壞姐，你的反應真的很真實，待會兒開機就按這個狀態來，絕對精彩。說完，他轉身跑了出去，留下查明壞一個人在化妝間裏氣得跺腳。混蛋！他低聲罵了一句，拿起長槍，深吸一口氣，強行將情緒壓了下去。他是專業的，不能跟這種小屁孩一般見識。片場已經清場完畢，這是一條古色古香的街道，兩旁是仿古的建築，地上鋪住青石板。導演一聲令下 ，Action！ 查明壞瞬間入戲，他牽住馬，道具馬，神情冷峻地走在街道中央，他的眼神銳利如刀，掃視住四周，完全就是那個手握重兵、殺伐果斷的女將軍審理。與此同時，赤家衛從巷子深處跌跌撞撞地跑了出來，他演得很好，那種狼狽、驚恐以及強撐住的尊嚴都被他演繹得淋漓盡致。他看到查明壞的那一刻，眼神中閃過一絲驚艷，隨即腳下一滑，砰的一聲，重重摔在地上。這一下摔得結結實實，聽聲音都讓人覺得疼。